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好啦，首先同大家講下呢，今日呢好好彩啊，上載咗好多條嘅影片啊，題材呢各式其式都有噶。因為點解咁講呢？我睇咗呢網友嘅意見都幾極端下嘅，所以呢，有陣時眾口真係難調噶。點解咁講呢？首先呢，第一樣嘢呢，就係呢，有網友反映就話，高 B 哥點解呢近排呢嗰個觀看嘅次數呢好似呢少咗呢？有啲人少咗睇呢？因為呢排呢講嚟講去呢都係呢相類似嘅一啲呢題材。美國喺中東嗰度呢，就即係唔嗲唔吊，吊住咗咁樣死又唔死得去，贏又贏唔到，咁所以呢，變咗呢啲嘢呢停咗喺度呢，就唔係咁多人呢再願意呢跟進去睇啲咩成。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就話咧，因為咧可能冇乜新聞咧，所以咧好多唔同嘅頻道咧講嗰啲嘅話題咧，其實咧都係重複重疊噶。大家咧講嘅嘢咧都係差唔多，咁所以有陣時咧睇完咧其他嘅頻道再嚟到咧，又係講翻呢啲咧，佢就冇睇。我明白嘅，所以佢提議咧就話，不如咧你講多啲咧唔同嘅題材啦，咁成。都係一個好嘅提議嚟㗎。世界咁大，唔係一定日日都攏住啲政治嘢講㗎嘛，係咪？咁可以講下其他嘢。所以呢，今日呢，又有呢，即係講關於呢一個呢美國人佢旅居咗呢個歐洲成10年，跟住呢去完中國之後呢，嘅一番真實嘅感受，咁同大家講。亦都有講呢個呢美國嘅知名經濟學家呢，就有講解呢，就話啲人問佢啦，喂，美國仲有冇機會贏㗎？其實喺呢個伊朗呢單戰事上邊，佢話輸咗㗎咯喎，解釋得好清楚㗎。甚至乎咧幫大家挖咗啲料出嚟咧，就話居然咧呢個 FBI 同中國咧有合作，話到明死對頭嚟㗎嘛，敵對勢力，居然仲同中國有機會合作嘅，邊部分合作呢？更加咧刮到咧兩個猛料，一個咧就係以色列嘅資深記者咧，佢咧直情咧就挖咗咧當時點解咧以色列可以咧游說到呢個特朗普同佢咧一齊合作咧去做呢個炸呢個伊朗呢件事，成個發展嘅過程，由咧以色列自己嘅資深記者爆料話俾你聽㗎。最後仲話埋俾你聽咧，呢個貝森特貝森特咧就話中國啦，你唔好以為我唔知你喺度搞埋晒啲咁嘅台底下邊嘅小動作究竟佢講嘅呢件事係咩呢？因為咧我見冇咩人跟進，咁我試下跟進下，俾我挖咗出嚟。其實咧，我都覺得咧幾全面幾廣泛嘅呢啲咁嘅題材係咪？相反咧，我又睇到咧，調翻轉頭咧，就有網友就係講就話咩就話高 B 哥，你講嗰啲嘢咧，都係咧近排咧，真係唔係咩即係熱門嘅話題。風牛馬不相及嘅，有陣時係講得太闊。你又唔及咧其他人講啲嘢咧跟得咁貼咁樣話。究竟係跟得貼好定係廣泛好咧？咁呢兩份都做唔得嘅咩？又跟得貼又廣泛得唔得啊？咁要出好多影片嘅咯，我呢個唔係新聞頻道嚟嘅，我呢個唔係一個電視台嚟嘅，係咪？所以呢，唯有咁樣啦，我盡我自己嘅能力做，亦都呢，我認為呢，有啲嘢呢，我睇完之後呢，覺得呢，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呢，又或者有啲角度係人哋呢都冇講嘅，我咁同大家講啦。咁你話喂，咁唔通我次次都同人哋個角度唔同咩？咁又唔會嘅，大佬點可能次次同人哋個角度都唔同先得㗎？係咪先？始終都有啲重疊㗎。所以呢個呢，就係引發大家嘅思考嘅啫。但係呢，畫面上面呢個話題呢，咁真係呢，又要令到大家思考一下。而家呢，美國呢嗰個勢力呢，好似呢逐漸呢，就俾呢班海灣國家將佢呢逐出呢個中東。點解要講呢個字眼呢？好危險㗎。因為呢，如果呢中東呢班嘅國家呢唔再買呢個美國怕嘅話呢，咁你就會見到下一步呢，就有機會慢慢聽清楚啦，係慢慢嗰個石油美元呢就會呢一路減額。唔係會瓦解我哋做嘢講説話呢，唔會講到咁盡嘅。石油美元就會瓦解咁。呢啲呢就係媒體為咗吸引呢你哋呢嗰個眼球呢去寫嘅，
唔係瓦解啊，慢慢減低咯。好似譬如話，而家某啲嘅海灣國家咧，同中國咧去做個石油貿易嘅時候咧，已經係接受咧用人民幣咧去買㗎啦。咁其實嗰度咧已經係削弱咗咧嗰個美元，係咪？以往係全部都用美元㗎嘛，咁而家已經逐步削弱緊㗎。咁啊嗱，我唔知一間上唔上載到啊嚇。咁因為咧，其實咧，我頭先做咗一條影片咧，係講關於咧就係咦，好似個 mBridge 啊，即係嗰個新嘅交易系統咧，又再上馬㗎嚇。咁啊，但係咧唔知點解好似咧硬係上載咗好耐咧都未上載完。咁啊，無論如何啦，咁啊上載唔到啊，咁啊再睇下點樣改一改先再上載咯。咁啊，跟住咧，而家咧出現咗呢個狀況就係咩咧？居然咧喺呢個叫做麥加係咪啊？咁啊，沙特阿拉伯啦，跟住咧巴基斯坦啦，其實呢兩個咧之前咧已經簽咗咧嗰個戰略嘅伙伴㗎啦。今次咧加入埋呢個土耳其，咁啊唔知點解要加入埋土耳其啊？咁啊，梗係啦。肯定係埃爾多安咧，真係敲門㗎。你俾我估啊，咁估啦嚇。咁啊，喂，加埋我啊，仲勁啊！因為咧，我喺中東啊，或者係邊緣位咧，嗰個勢力唔弱㗎，我個戰力都唔弱㗎。嗱，咁呢個係真喎。你話佢牆頭草一件事，但係佢的確咧喺呢個海灣國家當中，中東嗰個國家裏邊嚟講咧，佢個戰力咧一啲都唔弱㗎嚇，戰鬥力一啲都唔弱㗎。咁啊，又可以咁樣講啦。其實你咪當佢係一個擴展咯。以往就係沙特阿拉伯同埋巴基斯坦兩個合組啊，一個係小圈子又好，或者小組織又好啦。咁啊，沙特咧擺到明咧就係錢多，咁啊巴基斯坦咧就擺到明咧就爛命多。夾硬咁形容啊，唔係幾好聽。不過咧，以往咧巴基斯坦咧都係出產啊好多嘅僱傭兵啊，去到咧即係海灣國家嗰度。咁啊，甚至乎咧幫佢哋咧就做佢哋嗰個兵力嘅培訓㗎。咁啊，以往已經有啦。咁啊，當然啦，有好多人咧嘅睇法就係巴基斯坦就掏咗中國個光，因為咧上次咧打呢個印度嘅時候咧，咁就即係哇贏到咧開晒巷，咁啊全世界咧都另眼相看㗎。咁啊，跟住咧，因為咧佢亦都係咧咁多個國家呢個伊斯蘭嘅國家裏邊咧，唯一一個咧擁有核武嘅國家啊。咁所以咧。當日咧沙特咧就俾錢，咁啊巴基斯坦就出名同埋出武器，咁啊組成咗個咁樣嘅組合㗎。咁咧你當佢擴展啦，加入咧呢個土耳其，咁啊跟住落嚟咧，可能咧就仲會有咧其他國家加入㗎。咁啊變成咧形成咗一個咧，俾人感覺係媒體咧形容叫做伊斯蘭北約。咁啊伊斯蘭國家，但係咧如果咧就即係。最搶眼嗰句説話就係話：喂，如果攻擊其中一個國家，就等同咧攻擊成個3個國家，或者叫成個組織嘅國家。咁啊，日後可能加到4個、5個、6個咁啊。總之成個組織啦，同北約一樣，就係等同攻擊我哋。咁我哋就要一齊去反應㗎。嗱，不過咧呢份嘢咧就寫得含含糊糊㗎。咩叫反應咧？冇人知㗎。咁啊係咪好似之前德國咁啊支持呢個烏克蘭？咁啊點支持佢咧？我哋送咗一批頭盔過去，咁都係支持嚟㗎嘛？係咪？咁你又唔可以話佢唔支持喎？我俾啲食物啊，俾啲糧食啊，又或者咧送咗批頭盔啊，呢個叫做防彈嘅嘢咁，任何一樣嘢都係叫支持㗎，係咪？嗱，總之咧，而家咧喺麥加咧發生咗呢件事咧，係令到咧美國咧即係咧非常之咁難受。第一樣嘢咧就話，喂，根本你個所謂叫保護啊都冇用嘅。喂，喺度都扮晒咧做保鏢，喺度收陀地。講咗咁耐，原來咧而家發覺咧真係有事起上嚟嘅時候咧，做唔到我哋保護嘅工作。我哋啊沙特又好啊，其他海灣國家又好啊，嗰啲所謂叫美軍基地都係喺我個國土裏邊㗎。喂，你都冇保護到嘅。再難聽啲講，我成日都講呢句，喂，你連美軍自己嘅基地都保護唔到，要撤退。咁搞邊科啊？邊個國家嗰個基地唔係要保護翻自己嗰個國家嘅基地㗎？咁啊有人問，哇，高比哥唔係嘛？點解你上次講到咁神奇啊？居然咧喺美軍基地裏邊有中國個武器喺度？唔係，唔好搞錯，係嗰個國家咧，因為咧當時咧美國唔肯賣武器俾佢哋，佢哋咧就買咗中國咧嗰個嘅即係防空嘅叫 FK2000啊。OK，
嗰個防空嘅導彈㗎。咁啊當時咧美國啲即係基地咧差唔多應該撤退晒㗎啦。咁啊但係唔可以再俾佢炸，咁佢就喺附近嗰度啊，唔係擺喺美軍基地裏邊啊，擺喺附近嗰度咧就擺咗呢套咧 FK2000喺度㗎。咁但係咧有人咧就形容啊，就好似咧唔係 fully function， 即係話咧唔係全面嘅功能，咁啊做啲唔做啲嘅，咁所以咧套嘢咧就唔係話真係咧即係咁亮眼嘅。OK，咁有啲人就話所以話你中國啲唔掂啦，俾人炸啦。咁但係咧其實人哋自己個國家已經講咗㗎啦，做啲唔做啲㗎，唔係一整個系統一整套系列一齊去用㗎。好啦，喂，咁啊講翻咧，究竟啊而家咧喺麥加嗰度發生咗咩事，同埋啊點解美國除咗冇晒面之外咧，居然咧仲要咧咁沉默？呢個沉默咧簡直咧係耐人尋味㗎。嗱，而家喺呢個麥加聖城裏邊咧，3個嘅國家嘅領導人咧手揸住咧嗱，畫面上面有啦，係咪？手揸住一份嘅文件。咁啊，哇！記者嘅鏡頭個快門咧係咁叱咤叱咤叱咤咁樣響啊，影咗好多嘅相，成個中東乃至全球嘅外交圈咧，簡直咧係啊震驚啊！啊，突然之間出現嘅咁嘅事，喺當地時間嘅8月7號啊，沙特嘅王儲小薩勒曼呢個咧土耳其嘅總統埃爾多安同埋呢個巴基斯坦嘅總理啊夏巴茨咧，3個人啊企喺呢個麥加嘅聚光燈之下，簽咗一份叫做麥加共同防務協議噶。OK， 簽咗一份叫麥加共同防務協議。咁啊呢一份嘅文件咧嘅重量咧，從來咧就唔係紙面上面嘅文字咁簡單噶。而呢一份嘅協議裏邊啊，最硬嗰條係咩呢？就係白紙黑字寫明，對於3個國家當中任何一個國家受到咧武裝嘅一個攻擊嘅話咧，就會被視為對3個國家全體嘅攻擊㗎啦。係咪啊？聽落咧好耳熟呢？嗬，係啊！你翻看翻咧呢個咧北約嘅第5條措辭咧幾乎咧係一模就一樣㗎。好啦，嗱換句話嚟講沙特啦、呢個土耳其啦、巴基斯坦啦，呢3個伊斯蘭世界嘅關鍵玩家喺呢個伊斯蘭教嘅一個聖城麥加，親手咁樣搭起咗一套帶有軍事同盟性質嘅一個咧集體安全嘅一個框架㗎。好啦，消息一出啫嘛，哇！第一個炸晒鍋嘅係邊個？印度啊！印度關咩事啊？係喎，所以我話俾你聽關咩事咯。嗱，印度個媒體就係第一時間咧係炸晒鍋，直接就話呢個咧等同咧係一個伊斯蘭版嘅北約。好啦，以色列嘅媒體咧亦都咧坐唔住啦，但係美國咧反常地沉默到好似一潭死水一樣㗎。嗱，首先講講呢3個咧點解會擺埋一齊湊得埋一齊啦？嗱，講白咗就係因為美國呢把嘅保護傘咧，而家咧搞唔掂又漏風又漏水，睇嚟咧係靠唔住啦。嗱，美國同埋以色列咧喺今年嘅2月28號對於咧伊朗嘅動手喐手之後咧，中東呢一鍋咧熱油算係徹底咁樣係已經係咧話滾晒滾到瀉晒咁滯啊！咁伊朗嘅反擊波及到咧沙特等等嘅海灣國家㗎。而路透社等等咧嘅媒體都披露就話沙特王儲嚇到咧係親自咧打電話俾特朗普同佢講叫佢咧唔好再打啦要停啦咁樣話。好啦，你諗一諗啦，一個地區嘅大國自己嘅安全居然要打電話去叫其他域外嘅大國高抬貴手唔好再打啦。咁你話佢好唔好受呢？咩嘅滋味呢？大家心中有數啦。好啦，呢個講明係咩呢？講明中東國家心裏邊都清楚，呢個域外嘅大國根本就係靠唔住噶。咁呢個文章上面咧形容到咧就話佢係求咧呢個大國咧就唔好再打高抬貴手。我咧就覺得唔係嘅，我覺得佢需要求，我覺得甚至乎咧佢真係鬧咗特朗普，佢真係炸佢型。喂，講真，唔係突然之間特朗普呢個嘅所謂任期裏邊咧，佢哋咧先至咧係咁樣咧去幫助美國做呢個石油美元噶，而係咁耐以嚟年年都係咁為錢，就當咧就請咗個保鏢，請咗咧個陀地喺度咧就做即係保護費嚟嘅。呢個係喂根本呢都做唔到嘢嘅。喂，咁多年加埋
特朗普提都唔敢提啊！一年10億嘅話，嗰度都幾百億啊，係咪？咁所以呢，佢真係唔夠膽出聲噶。所以我覺得呢，沙特王儲呢係走去炸佢型。雖然呢，你話喂係咪講晒粗口、拍晒台咁鬧呢？呢啲我唔夠膽亂咁形容啊！我又冇瞓喺人哋床下底。不過呢，只會話呢個態度呢唔應該係求，而係調翻轉係責怪咯。你保護我哋噶嘛？咁你而家保護咗我哋啲咩？你如果再咁樣做呢，對我哋嚟講呢係更加大傷害，就唔係保護緊我哋。咁樣我哋呢真係絕對需要呢考慮日後呢同你嘅合作㗎，係嘛？呢啲咁嘅説話講出嚟咪要挾咯，啱唔啱？好啦，咁啊美國啊一邊咧就講咧就話保護佢哋嘅盟友，但係另一邊咧動輒咧就攞二次大戰以嚟咧最大規模嘅武力啊，佢講㗎嚇，喺二次大戰之後咧最大規模嘅武力啊嚟到咧係威脅啊，希望咧解決嗰個問題。所以啊，與其咧將呢個嘅腦袋啊放喺人哋嗰度啊嘅所謂褲帶上邊，不如咧自己搭翻個台嚟唱戲啦。呢個咧憑咩係佢哋三位咧？嗬，係呢個3個國家咧。首先咧，呢3個國家咧湊埋一齊咧，剛好咧就湊齊咗啊！呢個伊斯蘭世界最稀缺嘅3張牌㗎，沙特嘅鈔票啦、巴基斯坦嘅核彈啦，同埋土耳其嗰把槍㗎。咁即係個軍力啦，意思係 OK。嗱，沙特嘅資金加埋咧巴基斯坦嗰個核嘅威脅。其實仲有中國嘅武器啦，當然佢呢度冇講係咪？咁啊再加埋咧土耳其嘅常規軍力咧，同呢個北約體系嘅經驗，3家湊齊晒，簡直咧係一套啊完美嘅國家安全套餐嚟㗎。嗱，更加關鍵嘅係咩呢？就係呢一出戲咧唔係臨時起意㗎。2025年嘅9月份，沙特咧就同咧巴基斯坦咧係已經簽咗咧呢個叫做雙邊防禦嘅協議㗎啦。咁啊，去到今年嘅4月份咧，巴基斯坦嘅空軍部隊已經係真刀真槍咁樣咧係進駐咗咧呢個沙特東部嘅空軍基地㗎。咁啊呢個咧我已經覺得好奇怪啦。我當時做嘅影片都講就係，居然咧美國睇場㗎嘛，會放俾呢個巴基斯坦嘅空軍部隊走入去沙特裏邊，同時間有2個唔同嘅國家、2個唔同嘅部隊喺度好似保護住沙特咁樣。咁會唔會到時邀功啊？即係搶功啊？咁跟住呢，就變咗呢，喂你打我，我打你呢調翻轉。而且以美國呢種霸道呢，點會容許第2個國家擺入去？所以呢個呢，其實呢幾個月落嚟嘅啦，抄嚟抄去都抄唔到有啲咩貓嚟喺後邊啊！好啦，喂咁啊嚟翻文章啦，沙特咧同埋呢個巴基斯坦咧，我哋簡稱嘅叫佢做沙巴嚇，唔係馬來西亞個沙巴啊，係佢2個國家加埋啊。沙巴呢個2人轉啊，其實咧玩咗成年㗎啦，覺得咧可能咧唔夠過癮，咁啊點解咧？即係始終兵力有限啊嘛，所以今年嘅1月份咧開始咧就琢磨啊，將呢個咧土耳其咧都拉埋入嚟。嗱，於是咧就有咗咧8月7號麥加呢一場嘅3人咧嘅表演㗎啦。咁啊，巴基斯坦嘅外交部發言人咧係提前咧放咗一句説話㗎，佢話：儘管咧呢一次嘅訪問咧係喺呢個海灣地區緊張局勢加劇嘅背景之下進行，但係佢哋嘅意義咧係將會超過眼前嘅危機同埋短期嘅考慮㗎。好啦，翻譯成人話嘅話咧，係點樣講咧？咩意思咧？就即係話，喂，我哋唔係淨係為咗應付眼前嘅事㗎，我哋要將中東帶嚟一個咧安全重新咧幫佢打個地基㗎。而喺中長期嘅戰略目標咧，亦都係非常清楚㗎。就係話咩啊？就係話要構建一個咧以地區國家內部進行咧防務安全合作為主導嘅一個自主安全架構嘅。好啦，呢句説話嘅分量咧都幾重啊，甚至乎太重啦。呢個等於就喺度宣告就話中東嘅安全以後由從今以後都唔想再完全倚仗外人，尤其是係美國人啊。嗱，當然啦，3家湊埋一齊。各自嘅盤算呢係並唔完全相同㗎，啱唔啱？咁但係呢份嘅協議係起碼咧係一份幾好有意思嘅一個咧係影響力嘅。嗱，巴基斯坦最關心嘅無疑就係咧印度啦，係咪？而咧土耳其咧最關切嘅係咩咧？就恐怕咧應該係以色列啦。而沙特最關切嘅
係伊朗同埋佢哋嘅地區代理人組織㗎。嗱，當然啦，呢份嘅協議真正嘅份量咧，唔在於軍事方面咁簡單，而係在於一個咧反而極重嘅一個政治嘅象徵、政治表態嘅象徵㗎。嗱，佢等同嗌出一個口號就話：我哋嘅安全咧係我哋自己説了算㗎。嗱，講到呢度就必須要咧回答翻一個嘅問題，就係呢份嘅協議到底係動咗邊一個嘅奶酪咧？邊個嘅利益嗰個嘅利益鏈可以咁講啦，係咪？第一個忍唔住嘅跳起嚟嘅，居然係印度喎！係印度嘅媒體直接將呢份嘅協議咧係話叫佢做對其安全規劃嘅直接挑戰，對印度安全規劃嘅直接挑戰。嗱，你諗下啦，印度所面對嘅本來咧係一個巴基斯坦啫嘛，但係而家變成背後咧多咗個沙特嘅資金，同埋咧土耳其嘅呢個部隊，加埋咧無人機嘅技術㗎。好啦，要俾呢個新德里更加頭痛嘅係咩呢？就係萬一呢三家將來咧喺呢個伊斯蘭合作組織等等呢啲國際平台上邊就關於咧呢個喀什米爾嘅問題統一嘅口徑嘅話呢，咁樣印度個外交處境咧就會嚟得更加複雜同埋更加困難啦。嗱，不過咧話就説回來咁土耳其咧同埋呢個咧印度仲有咧沙特咧，佢哋嘅經貿往來咧其實係唔少嘅喎，大概率咧係唔會咧係即係撕破臉㗎。咁但係心裏邊嗰本帳肯定就要重新再計過㗎啦。好啦，第二個就係咩呢？第二個最坐立不安嘅咧係以色列。咁真係曳曳地點解呢？因為呢份協議呢係簽落嚟之前仲有成10幾個國家已經再簽咗份聲明，雖然咧冇法律約束力，就係話呢個咧以色列咧喺呢個加沙啦同埋呢個敍利亞而家個惡劣嘅行為㗎，咁佢哋係非常唔認同。到第日咧就簽咗而家呢份嘅協議啦，係咪？咁所以呢份協議咧對以色列嘅衝擊咧係全方位㗎。嗱，首先咧係一個心理層面嘅嘢。長期以嚟以色列咧一直咧係喺中東唯一一個擁有核武嘅國家，而呢份嘅心理優勢咧係俾到佢巨大嘅戰略自信㗎。嗱，而家好啦，伊斯蘭世界唯一擁有核武嘅巴基斯坦係明確咁將呢個核嘅保護傘咧撐到上去沙特嘅頭上邊，但係呢份協議咧冇規定到咧所謂核共享所以咧巴基斯坦嘅核力量咧係應該睇嚟咧係冇出過境㗎。好啦，咁雖然咧呢個唔等於咧就係沙特有咗核彈，但係心理上邊咧呢個核壟斷咧已經係被打破咗㗎啦。更加令到以色列扎心嘅係咩呢？就係呢一份嘅協議咧係等於話俾全世界聽，沙特同埋以色列嘅關係咧嘅正常化，呢件事冇啦，唔使睇啦，work 咗啦。其次咧就係咧地緣嗰個層面啦，地緣政治嗰個地緣地緣嘅層面㗎。咁土耳其咧擁有北約第2大嘅軍隊，咁巴基斯坦咧就擁有咧核武，而沙特咧就擁有石油同埋財富㗎。冇啦，三家綁埋一齊嘅話咧，以色列未來喺呢個加沙以及係中東咧各個戰線採取呢個軍事行動嘅時候咧，所面臨將會係更加強嘅外部輿論咧，外部嘅輿論同埋咧外交嘅約束㗎。嗱，最後咧就講到戰略層面啦。咁今年嘅5月份特朗普咧係曾經試圖咧將美國同埋伊朗呢個協議啦，同呢個咧佢提出嘅阿伯拉罕協議咧係捆綁咗佢㗎。敦促咧沙特啦、卡塔爾啦、呢個巴基斯坦等等國家咧，要同咧以色列咧實現關係正常化嘅。咁巴基斯坦嘅國防部長阿西夫，佢明確咁表示，就話巴方即係巴基斯坦啦，佢哋咧係唔會加入呢個咧阿伯拉罕協議㗎。而沙特嘅相關立場咧，亦都冇乜點變過。佢就話巴基斯坦對唔住，今次呢個係巴勒斯坦啦。佢話巴勒斯坦咧冇辦法建國嘅話咧，沙特咧就唔會同以色列咧實現到咧關係正常化㗎。咁即係要以色列咧放棄唔俾呢個巴勒斯坦咧係建國嘅。好啦，咁而家咧沙特同埋巴基斯坦在土耳其三方簽落嚟嘅呢個協議就等同於係咩
就係等同於咧喺呢個亞伯拉罕嘅協議之外，外邊嘅外之外，咁咧伊斯蘭世界咧自己搭咗一個咧新嘅安全平台喺度噶。而美國想推呢個以色列同埋阿拉伯國家，佢哋咧可以咧講和呢一套嘅劇本咧，俾呢三個國家用一種咧更加古老但係更加牢固嘅伊斯蘭紐帶咧，喺輕輕咁樣咧就已經擋咗咧翻去噶啦。好啦，跟住去到第三點就係咧美國人佢哋嗰個沉默咧，可以講得係耐人尋味噶。嗱，作為沙特嘅傳統安保嘅呢個所謂提供方作為土耳其嘅一個北約嘅盟友，又作為一直試圖係撮合咧亞伯拉罕嘅推手，美國所面臨嘅呢一份協議咧，表態咧可以講得係極為咁低調噶。嗱，畢竟呢個咧特朗普政府之前咧試圖將呢個美伊嘅協議咧就要捆綁埋呢個亞伯拉罕協議，係咪？呢種嘅推銷嘅方法已經係俾呢個巴基斯坦咧明確咁拒絕咗噶啦。而家去到沙特同埋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個國家自己想搭起一個安全框架，你美國嗰個所謂中東嘅戰略咧就會面臨住被架空嘅一個尷尬噶啦。咁好啦。另外睇俄羅斯啦，俄羅斯嘅反應咧就反而咧相對咧係積極噶。對於莫斯科嚟講中東咧出現咗一個咧唔依賴美國嘅安全框架，符合佢分化西方嘅同盟，同埋擴大咧自身影響力嘅一個咧戰略嘅訴求噶。好啦，歐盟嘅態度就相對咧係謹慎啦。歐洲咧佢既係希望咧中東咧要穩定。但你又擔心咧，呢個伊斯蘭世界嘅集體安全機制咧，可能會加劇呢個地區嘅軍事競賽噶。而喺呢個咧伊斯蘭世界嘅內部呢份嘅協議咧嘅標示嘅呢個咧示範效應咧，係正喺度咧顯現緊出嚟噶，即係個個都想加入個個都想簽噶。嗱，包括咗咧埃及啦、呢個卡塔爾啦、阿聯酋啦、約旦等等呢啲國家。理論上咧都係潛在嘅加入者嚟嘅，一旦完成咗呢個抗元抗衝嘅話咧，整個中東嘅地緣政治格局咧將會迎嚟徹底嘅重塑噶。都係講嗰句啦，歷史咧真係充滿咗巧合噶。嗱，當美國仲喺度試圖用亞伯拉罕嚟到重塑中東嘅時候咧，沙特、土耳其同埋巴基斯坦咧，佢哋就用一份咧叫做麥加共同防務協議俾出呢個咧伊斯蘭世界對於咧佢哋嘅答案啦，係咪已經俾咗佢哋自己嘅答案出嚟啦？而呢個嘅答案個核心只有一句説話，就係我哋嘅安全，我哋自己説了算噶。嗱，基於呢一份嘅協議，最終能夠咧將中東咧帶向呢個邊個方向啦？係究竟走向呢個真正嘅集體安全啦，定抑或係淪為另一場大國博弈嘅一個注腳呢？時間就會俾出答案啦。嗱，所以以色列又好，印度又好，以及喺大洋彼岸嘅美國都好啦，佢咧都將會係接住落嚟嘅時間裏邊咧，慢慢咁樣品嚐到呢份協議所帶嚟俾佢哋嘅苦澀同埋咧甘甜噶。好啦，嗱，文章就到呢度面咧真係冇晒，不過咧聲都唔敢聲。咁究竟背後有咩大局呢？定抑或咧真係咧俾呢個所謂叫冇彈藥箍死咗？因為咧以往好巴閉噶嘛，冇彈藥，咁我咪用戰時一個生產嘅速度咯。而家戰條毛咩？你都冇稀土，係咪？冇稀土，現代嘅所謂武器咧，就等同咧可能冇咗半臂，甚至乎咧根本就喐唔到、喐唔掂噶。咁所以咧，你話你幾努力咁樣去增加嗰個產量增加嗰個咧就係即係效率咩成都好啦。喂，不過你冇稀土咧，講乜都係假嘅。所以中國咧而家就係一個稀土啫，將美國已經拿捏得死死㗎啦。我自豪，因我多角度思考。晏啲再見，拜拜。